大家好，今次同大家講解多功能卡設置、環境監測。本圖顯示咧溫濕度傳感器 SSR-TEMP、煙霧傳感器 SSR-SMOG、空氣質量傳感器 SSR-PM。下圖是多功能卡，通過傳感器後端的接口，連接多功能卡對應接口。硬件連接好後，打開 LED Vision 軟件，右擊 LED 1創建普通節目頁，右擊普通節目頁1，創建環境訊息窗口，右擊環境訊息窗口，可添加溫度、濕度、煙霧、噪聲、空氣質量等窗口。溫度窗口可監測當前實時溫度。